各位弟兄姊妹，你哋好，好開心咧，可以喺呢度同大家分享最近喺事工上面同埋我自己嘅近況。大家咧喺呢個圖嗰度咧都睇到啦，我恆常侍奉裏面咧有喺教會做侍奉㗎啦，有染髮㗎啦，有無家者嘅事工同埋隱青嘅事工。咁喺上次視頻咧同大家介紹咗咧我染髮嘅事工，咁今次咧想同大家介紹無家者嘅事工。我哋每個月一次咧，喺公園裏面咧派飯俾無家者同埋經濟有需要支援嘅朋友。我大概喺2-3年前開始參加呢一個服侍啦。喺服侍嘅過程裏面咧，我見到好多生命見證，睇到咧神喺當中咧好大嘅工作。以前係無家者嘅朋友咧，喺教會牧養關懷幫助之下咧，佢哋生命有轉化，參加查經、信耶穌、受洗、歸入教會，由無家者變為有家者。仲喺呢一度咧參加侍奉，去幫助翻有需要嘅人。我覺得咧自己能夠喺呢一度同佢哋一齊侍奉咧，我覺得好感恩。亦見到咧神咧好祝福呢一個服侍。初咧個飯盒派嗰個飯盒咧個份數咧由20至30份，而家增加至80份，而且咧參加嘅人咧越嚟越多，好感謝神。我喺呢度嗰個服侍崗位咧，起初咧係幫手剪飯券啦，同埋幫手咧準備飯盒。最近我升咗職啊，而家咧係負責準備飯盒嘅流程，包括安排人手啦、分派工作啦、盛載飯盒啦、入袋準備好個飯盒咧可以派俾啲參加者。其實咧喺派完飯之後咧，我都會揾時間咧同嗰啲參加者傾下偈，關心佢哋，為佢哋祈禱。其實喺當中咧有2位女士咧同我比較熟絡嘅。首先咧係講小玉先啦，咁咧佢60幾歲啦，身體狀況唔係幾好，曾經接受過腦部嘅手術啦，咁咧身體亦都有其他嘅痛啊或者唔舒服。佢獨居啦，同屋企人咧好少有聯絡。咁咧但係其實佢好熱情嘅喎，好多時見到我哋咧都走過嚟咧攬住我哋，同埋咧佢咧煮嘢食好叻嘅，咁咧能夠煮咧唔同嘅美食。佢咧曾經同我哋分享過咧，就係自家製嘅川菜啦、紫蘇茶啦、薑汁汽水啦，同埋咧呢一個士多啤梨奶昔啊咁樣樣。我記得佢第一次咧同我分享呢個紫蘇茶嘅時候咧，其實對我嚟講係一個挑戰。其實認識我嘅人咧都知道我有潔癖，特別係咧係食物。回想起咧，佢好開心咁樣咧走過嚟咧，叫我揸住個膠杯。然之後咧，佢就喺佢個袋裏面咧揾出1樽2樽嘅飲品咧，然之後倒落個杯度，倒埋啲雪，跟住咧就叫我飲。其實我當時個心裏面咧真係有掙扎，但係因為愛佢嘅緣故咧，我飲咗。我知道神咧其實喺度擴張緊我嘅境界，伸展緊我嘅底線。其實咧而家咧我每次見到佢都會同佢傾偈啦，為下佢祈禱同埋按摩，同佢做按摩啦。咁我其實咧，我感覺到咧，其實佢唔係好想返教會，但係咧佢唔介意咧接受我哋為佢祈禱。咁請大家都為小玉祈禱啦，讓佢能夠經歷耶穌嘅愛，身心靈都得到醫治。第2位咧，我熟悉啲嘅朋友咧就係小日啦。而小日咧係小玉嘅朋友，佢哋2個經常喺一齊嘅。起初咧，小日佢都唔多分享自己嘅事情，只係談天氣啦同埋食物。但係最近咧，漸漸咁樣咧，見到佢笑容多咗，同埋咧不斷咧去感謝我哋不辭勞苦咁樣咧，為佢哋準備好好美食嘅飯盒啦，同埋咧最近咧佢都願意咧敞開佢嘅心靈咧，同我分享佢嘅心事、佢嘅憂慮同埋屋企嘅事。原來咧佢每次攞飯盒咧，都係攞翻去咧同佢行動不便90幾歲嘅爸爸分享。佢好想佢爸爸亦都享受到呢啲嘅好味嘅食物。咁咧佢亦都曾經問過我咧，我個教會喺邊度？咁請大家咧都為小日祈禱啦，讓我哋能夠建立咁深厚嘅關係，可以將耶穌介紹俾佢同埋佢爸爸祈禱。我最近咧有一個諗法，希望咧可以喺派飯活動以外咧嘅時間，可以同小玉、小日一齊咧，可以做下手工啊、畫下畫啊、聯誼啊。咁請大家為我祈禱啊！喺9月15號至22日咧，係我香港母會同福堂嘅短宣隊啦，
有16位姊妹，包括牧者們咧嚟仙台探訪我。呢個係我第一次接待嘅短宣隊，亦係咧第一次已經有16人嘅短宣隊。其實冇經驗嘅我咧，曾經都唔知道點算好，有擔心，前期嘅溝通同安排上都有啲壓力。其實非常感恩喺呢一次短宣隊到訪咧，我嘅靈魂體都被餵養得非常飽足，唔單止喺體重上面重咗，而我嘅靈魂體都強壯咗。感謝神咧，揀選呢16位姊妹嚟，佢哋都帶住佢哋獨特嘅恩賜，佢哋都願意咧放下身段，盡心盡力，不辭勞苦，將自己最好嘅傾倒喺呢一次旅程裏面去侍奉神，同我一齊合一侍奉、敬拜、讚美、祈禱、聆聽神嘅話，同埋食同埋玩，好感恩。雖然喺當中咧，亦都有困難嘅時候，喺冇責備嘅狀態之下咧，大家互補不足咧，合一咁樣將事情解決，咁樣咧見證到基督嘅愛，好開心。我哋咧都經歷到咧，用愛心同埋咧做到最好嘅製作態度咧，去做嘅家庭料理咧，能夠溫暖同埋軟化人心，製造奇蹟，令到呢一位咧患染食症嘅朋友咧，佢將整碟食物咧都同埋芝麻湯圓咧全部食晒，之後咧仲面露笑容，好感謝我哋。我感受到好豐足，好滿足。有牧者同埋姊妹們嘅肯定，收到好多嘅禮物之餘咧，亦都好感受到教會同埋大家對我嘅愛、支持、同行同埋同工。我亦都好感恩，佢哋16人咧都嚟到探訪我屋企，使我屋企咧就充滿人氣啦、喜樂啦，一齊讚美、祈禱、歡樂嘅聲音。好多謝你哋喺我家裏面咧留下美好嘅回憶。想邀請大家為以下嘅事情祈禱啦。第一樣咧就係求神繼續祝福無家者事工，讓更加多嘅人咧經歷神嘅愛。第二樣嘢咧都為到小玉嘅身體同埋靈魂得醫治，亦都咧能夠同小玉小日咧更深認識佢哋啦，同埋咧將耶穌介紹俾佢哋。第三咧就係可能有機會咧喺善終中心咧與末期病人一齊畫畫做手工，求神開路。咁咧，第四咧就係我而家咧會去到唔同嘅地方侍奉嘅機會多咗，希望神預備一部車俾我啦。因為佢經費上面咧係冇預算到啦。咁咧，如果你有咩感動或者查詢咧，歡迎你直接聯絡我啊。第五樣咧，求神供應我喺日本嘅服侍經費。邀請你哋咧透過奉獻嘅支持啦，與神同工，同我一齊咧邁進神喜悅嘅宣教使命當中。好衷心多謝你哋嘅代禱同埋支持，願神嘅恩典厚厚臨到你哋同你哋嘅家人。